主2022年11月24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愿义人的后裔蒙福。圣经诗篇112篇第19、第10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敬畏上主，深深喜爱伊诫命的，这款人真有福气。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底照因，因有恩惠，有怜悯，有公义。慷慨招人，搁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，这款人事事顺利。义人绝对袂失败，因永远互人笑脸。歹消息，因拢毋惊，因为心坚固，倚靠上主。因的心自在，拢无惊吓。最后会看到对敌，互上帝拍败。因慷慨真济善车人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因的头会当举悬，受人尊敬。歹人看了大受气，家己切齿，望拢无去。歹人的心愿拢落空。以上。愿义人的后裔蒙福，因的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强盛，正直的人的后代一定受祝福。因的家内充满财富，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。假使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，为什么伫教会也是经常看到敬虔服侍的兄弟？因的第二代、第三代的信仰却无冷无烧，通有通无，甚至也有人离开教会。圣经毋是明讲上帝会祝福义人的后裔吗？若简单看这段经文，就认为基督徒家庭必定代代蒙福，恐惊会落入断章取义的危险。经文中的义人是指第一节所讲敬畏上主、喜爱遵行上主诫命的人。信徒的儿女并袂因为父母的信仰敬虔，就自然成做蒙福的义人。只有本身敬畏上主，喜爱遵行伊的诫命，才当享有这永远的祝福。做子孙仔辈，若会晓效法父母和祖先的美好信仰，就会通享受上帝永远的怜悯甲慈爱。身为父母的，也爱树立良好的信仰典范，伫生活的言行举止，带互子女正面的影响。有一位少年牧师伫一部影片中分享家己自细汉就是伫教会大汉的，长大成人了后，伊开始对原来的信仰感觉质疑，所以离开教会，甚至对教会传扬的信念铁笑毋信。这日便用轻视的口吻挑战虔诚基督的母亲。伊称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，伫繁华的世界过着家己想爱过的生活。有一遍，伊拄到一位基督徒顾客，对方伫谈论了后邀请伊做伙祈祷。祈祷结束，伊雄雄想去教会，搁试着前往徛家附近的教会去做礼拜。迄一次礼拜的经验，互伊真深刻的感受，就是上帝真欢喜欢迎伊转来。
伊若像听见上帝对伊讲，这一直是你的家，虽然你离开几若年，毋过伫我的心目中，你一直是我上心爱的儿女。所以伊开始固定参加礼拜，经常互上帝话语和诗歌感动，最后顺服上帝呼召，去读神学院，加入传道者的行列。亲爱的基督徒父母，检测你对主女一直伫教会外面放荡，还未转来到主的羊巢，感觉真苦恼。总掠做上帝若像无咧听你的祈祷，请继续祈祷，搁再祈祷，相信上帝要看顾你的儿女，也要用伊的慈情爱惜，引带因转来属灵的家。就亲像顶面的牧师的见证，谁知影上帝会用一个初次见面的人，邀请伊祈祷，就安尼引导伊转来教会的意念咧。检测，你是基督徒家庭的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自细汉就是主日学的一员。只是大汉了后，你开始有家己的想法，想要去理解信仰是安怎一回事。这是好的开始，因为你得要踏上前所未有的信仰探索旅程，将你经历上帝慈爱甲怜悯，领受伊的救恩甲祝福。默想。我是毋是只有期待得到上帝祝福，却毋愿意顺服甲遵坦上主的命令？我是毋是只有期待得到上帝祝福，却毋愿意顺服甲遵坦上帝的命令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少年人总是想要行家己的路，求你互因会晓行伫真道，搁互阮有耐心听候你的旨意实现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